阿弥陀佛，扎西德拉。今天我们在荣宗佛教频道里面继续讲巴珠仁波切的故事。巴珠仁波切呢，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个上师。在藏传佛教界的这个高僧大德里面呢，修行的风格呢比较独特、特别的一个大上师。他呢，就是上次我们讲了基本的一个关于巴珠仁波切的一些种种故事，但是这是一个开始，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巴珠仁波切本身是1808年也就是第9世纪的这个初期的，再就是出生在这个扎曲卡，扎曲卡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区县。甘蔗州市区县的一个地方，离县城如果开车去的话，现在是有通车嘛，就是比较方便，应该是1个多小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距离啊。然后呢，根据巴珠仁波切的传记我们现在要讲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有好几个，最主要的是第30多支钦。我们上次讲过，第10多支钦是他的上师，也是这个认证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上师，认证他为这个一个叫巴给三等本座的上师的转世，就是巴珠仁波切。巴珠仁波切的名字的前面为什么有巴尔其实也是吉祥的意思，但是这也是他的前世的这个巴珠仁波切的前世的名字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开头就是有巴珠是转世的意思，就是巴给三等本座的这个三等本座就是禅定圆满，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人的名字，但是他的前世的名字叫禅定圆满。这个巴给禅定圆满的转世就是巴珠仁波切。巴珠仁波切呢，就是第10多支钦法王所认证的一个转世。这个部分我们也讲过了，还会继续讲。那主要是第30多支钦法王是这个巴珠仁波切的重要的弟子。巴珠仁波切和密封仁波切共同的弟子，还有嘉文钦哲王部他们的弟子，就是第30多支钦法王，他也非常有名，他有很多的著作的。第30多支钦法王也是第10多那个敦珠法王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儿子所以就是他有8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第30多支钦。那多支钦这个转世的这个第30呢，他是从小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小孩。9岁的时候，他就是见到那个巴珠仁波切，然后就是从巴珠仁波切那边听完了这个9岁的时候听完入菩萨行论，他还是就是对着这个巴珠仁波切和其他的这个上师面前从头到尾讲出一遍。然后那个时候巴珠仁波切说我们的多支钦的这个杨希就是这个嘛转世到9岁的小孩都能够讲得那么好，所以现在他觉得这个文法的这个天文佛法的这个正法呢，还是这个觉得是很兴盛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巴珠仁波切特别的赞叹这个多支钦这个的。他呢，因为是巴珠仁波切的这个弟子，所以他写了一个巴珠仁波切的传记，但是这个传记其实也比较简单的，比较反正不是很广就是所以就是没有讲的很细节就是这样。那后来呢，就是第20嘉阳钦哲王部的转世，就是丘吉露珠钦哲丘吉露珠，现在我们的上师宗萨仁波切的上一世他呢就是看到
宝珠仁波切这么的这种殊胜的一个上师，他的传记呢，实际上就是已经就形成文字的部分呢，他发现是比较就优先的。因为宝珠仁波切自己呢，就是从来就是不鼓励他人写我的传记我自己要写自传他就是不太理会这些事情。然后所以呢，当时宝珠仁波切的一个弟子叫做这个堪钦公巴仁波切有的写公化，也就是公巴。这个公巴呢，那个时候已经是好像是已经差不多80岁左右的一个高龄的那种一个老上师，但是也是第20千岁曲居楼主的。对不起，我现在讲的有点复杂，但是就是这些上师的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他的上师，所以呢，他特别的邀请那个堪布公化，也就是那个宝珠仁波切的大弟子嘛，所以就是他觉得，因为而且他和宝珠仁波切是同一个家族的人，所以也是亲戚，有很大的一个血缘关系。而且宝珠仁波切晚年的时候呢，就是在身边照顾的人也是那个堪布。现在我们看到的宝珠仁波切的这个开始的入信论记录成也是后来整理成书的就是现在入信论的大书，也就是入信论的注解，也是这个堪布做的。所以这个堪布呢，当时特别有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宝珠仁波切和密蓬仁波切2位的这个共同大弟子，尤其是宝珠仁波切就是晚年照顾的，在身边的，还有得到很多教法的，而且他本身是一个著名的堪布，所以修学上、学习上、文法上都是非常特别的。而且他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在嘎陶寺就是建立这个佛学院，本来邀请密蓬仁波切要作为这个佛学院的这个大那个教授堪布，然后后来呢，宝珠密蓬仁波切说我的身体不太好，我没办法去做那边的堪布，但是我有一个弟子就是那个堪布公巴。那个堪布公巴呢，就是说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是他可以代表我去你们的这个佛学院就是当堪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那个堪布他就是因为丘吉楼主就是第20千岁丘吉楼主一直劝他写嘛，所以就是他确实是个写了呢，就是现在的在这个专辑里面就是有有一个人在旁边看我这个路过的一个洋人 ，OK， 所以呢，他在这个有一个是在他过来，我们继续讲OK， 拜拜。不认识的OK， 所以这个巴珠仁波切在这个小鸟呢，来这边听巴珠仁波切的故事你看蛮有意思的这边就是大自然就是人动物整个大自然就比较特别和谐和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地方OK。我现在要讲到哪里呢？对，所以宝珠仁波切的传记，一个是多智群第30多智群写的，第二个是堪布公巴写的，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位叫做纽须尔堪仁波切，他是丁国法王这个他们的弟子，他是就是近代的，他圆寂也应该是已经20年左右的那种他是近代的。他呢就是有各种就是不同传说的或者一些说法的这个宝珠仁波切的相关的种种的一些故事琐碎的都就是他就整理出来了，后来就是有一本宝珠仁波切的传记。还有最近有一个是这样的，有一个是
在法国对吧？就是有一位很有名的一个和尚，叫做这个马修他是敦煌法王的弟子嘛。他呢就是法国人，而且他是这个和尚僧侣和哲学家的对谈的这个夫子对谈什么的，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一本书的那个作者他呢就是专门呢就好几十年，也就是他见到很多高僧大德藏地的这个宁玛的，尤其是上师的时候，他去这个收集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巴珠仁波切的一个就是相关的这个传记、故事、传说等等教法的教言。因为巴珠仁波切我在前面上次也说了，就是他去过很多地方，然后就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关于巴珠仁波切的一个传说或者一个说法，就是那种每个都是那种讲到巴珠仁波切就是这样说那种非常民俗就是一个普遍的都有很多关于巴珠仁波切的种种的这个传说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历史地位像第60这个长安讲座和那个巴珠仁波切这些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人物，所以在民间呢米拉里巴这几个是不在于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寺院里的发作上的一个现象，而且在完全深入在这个民间里的一个人物，这是比较特别的。他写了一本用英文和好像翻译成英文的，他是不是用法文写的还是梵文那个英文写的不太清楚。最近其实我和他也有一些交流的，他说他可不可以就是他叫我这个去年吧，就是要不要可不可以翻译成藏文，但是我说如果因为他有些是虽然是他听的这个都是这个当时的这个藏地的这个老上师们的这个口中听到的，可是呢他现在自己是用英文写，所以现在是只有英文版没有藏文版。他说这个里面的有些想翻译成藏文，我说我是英文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是中文的话还也许可以，就是这样。但是其中一个是他就是采访我的上师这个大堪布奔马采访的一个部分呢，我就是有收到这个录音档嘛，然后呢我就把它整理成藏文的，这个其实是这是一个采访，就是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所以巴珠仁波切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故事和这些呢非常非常特别多。我们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这个马修这个比丘的这个英文版的巴珠仁波切的这个传记能够翻译成中文，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更广的这个巴珠仁波切的这个故事这个就是我们也不要看的。反正呢就是巴珠仁波切是这个第9世纪的这个初期的就是出生在扎曲卡的这是我们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根据这个纽须堪仁波切就是他的这个传记里面说巴珠仁波切呢就是一出生的这个当天的这个晚上就是在这个整个他们在帐篷里这个牦牛的这个毛做的这个黑色的这个藏地，我们扎曲卡的这个帐篷里面都有他们看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白光这个照亮着这个帐篷里面，而且是这个当天巴珠仁波切出生这个诞生的那个晚上再加上呢巴珠仁波切当时呢也就是因为小孩子但虽然是这还不会说话，但是呢口中就是说出了这样的这些比较清楚的。当然我们也无法确定他们真的有没有说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也不是重点这个呢有些人呢就会编出故事的有些呢就是说小时候有种种瑞相，但是呢长大时候也没有很特别的。但是有一些呢小时候没有什么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长大时候不一样，这就是重点所以我们也并不是一定要
巴祖仁波切就是出生的时候有什么多么特别的，这是我们自己就是一种自己自我安慰的一种，或者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都过于喜欢这种虚荣或类似这样嘛，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不是一定要这样的，所以这个也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对，是这样。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这里说呢，他就是无天的时候啊，就是他这个单身无天的时候，就你口中这非常清楚的那念 Om Mani Padme Hum。那这个可能是真的有可能，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是就是小孩有一个自然发出的一些声音嘛，那可能是我说是我们这个很难说它是什么声音，但是如果说是这个第五天的时候你有念出这个Om Mani Padme Hum，那这个是一般人不太可能有这么的一个完整的这个Om Mani Padme Hum。所以呢就是还有他说巴祖仁波切的这个怎么说呢？额头那个形状呢，就是比较非常圆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包伞一样。那个包伞是，其实是形容这个佛陀的32相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叫额度的东吧，就是这种额头的这个上部的这个圆心，就像这样的是一个吉祥的一个像。因为其实呢，佛陀的这个32相80好这种也是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冥想的一个吉祥和一个殊胜的一个这个想，根据这个印度当时的一个算法吧看法就是这样。所以呢，还有他呢就是他的舌头上有这个文殊菩萨的种子的力那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但是呢，巴祖仁波切确实是说，就是那个整个的肤色，就是那种气质这个气势然后就是长相都是非常那种像敦国法王。大家看过吧这如果没有看过也可以去搜索一下敦国法王，类似这样的一个非常一看到就是这个就非常震撼的，就是一种他这边说然后呢就从小就是比较少有感冒这种种的疾病几乎没有的那种还有呢就是有这个自然就是有非常聪明而且非常慈悲的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就是被认真了，一个就是非凡的，因为他然后呢就是他还是那个时候这个把多智钦说我将来的龙钦宁定是一个法门，大家知道这个龙钦大圆满的这个法教将来我的法教要教给他传承给他，就像当时就是直接就是口头上呢说是就是要传衣钵一样的，我的传承要传给他，将会成为我的传承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的一个这个传承者持有者。所以当时这是一个他的专辑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记载就是这样的。那巴祖仁波切我们说的巴祖仁波切本来就是就是他前世的巴给的名字，古就是朱古的这个第一个字，所以巴祖仁波切是这样来的那巴祖仁波切呢，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上次说过，其实巴祖仁波切是在藏地的，就是扎居卡的一个部落里面的一个喇嘛上师，他并没有说是这个在藏地很有名种种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历史和这个宗教的其他的这个里面有什么，他有什么提到什么，他的专辑没有。但是呢，他也很特别，他的这个本尊是文殊师利菩萨，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然后呢，他自己呢，就是一生呢，就是念了10万遍文殊真实明经10万遍文殊真实明经，这是非常特别。文殊真实明经明经，这是一个佛经嘛这是一个密续当中最至高、最殊胜的密续，这是密续的。这个藏传的这个甘珠尔里面密续的部分是有20卷密续，这个所有密续当中无上密续里面也有这个最
书生的这个密序的，以开头的，因为它的顺序是这个从最高的这个法门来，就是这个安排这个内容，所以它就是这个文殊真实密经是第一啊。我的上师北马藏王法王也是每天念文殊真实密经的，巴珠仁波切也本来就是他的传记里面说每天都念，而且晚年呢，他就是自己不念的时候，他自己就是因为80多岁的时候，他自己就是在那边，然后要求身边的其他喇嘛，尤其是这个堪布公化，就是每天在他的巴珠仁波切的旁边呢，要就是念一遍文殊真实密经给他听。就是这样的，所以很有意思的。所以他呢，就是有一生念过这个，我觉得累积这不是他的转世多有，他的前世是不是有多有？我觉得他的前世的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的累积了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和他的下意识的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我相信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算比如说一个大活佛，这次他就是很有名，弟子也非常多，但是如果这次呢，就是他有点怎么说呢？他在这个民生利益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很踏实的这个自己有继续的这个发心的话，除非是他一个大菩萨啊，一般的一个高深大的修行的话呢，他的下意识不一定是能够做的，或者这个更加的能圆满他的这个弘法事业。那巴珠仁波切的前世呢，他就是这是不是说是很有名的一个法王什么的，但是呢，他自己呢就是念了这个10万遍文殊真实密经，一心一意的去修这个文殊舍利菩萨，所以他的下意识就变成巴珠仁波切。他巴珠仁波切的这个智慧和修学，那就是在藏地呢，就是最具有公认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的啊。然后另一个呢，他从小的时候在扎曲卡最重要的一个上师就是如来呀尊者，如来呀尊者就是巴珠仁波切的上师，而且当时就是他也是巴珠仁波切和他们都是就是同一个部落的人，寺院的人。现在扎曲卡市区县那边有一个叫扎加寺院的名字叫扎加寺，我不知道中文翻译是怎么样，可能他们有一个翻译的自己的翻译方式，但是藏文的话就是扎加寺。那个扎加寺呢，就是当时也就是如来呀尊者就是在那边，因为如来呀尊者是年轻的时候他本身就是扎曲卡人，年轻的时候去拉萨去寻找这个大圆满的法，然后去医治这个精密林巴大师，然后就回来了。他也是第一世多智群法王的同学，然后他回来之后呢，他就是在这个扎曲卡的这个巴珠仁波切的这个是在的这个地方就传法，在传法的地方现在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山上然后这个山上也现在最近可能有一些闭关中心在那边，我看到一些照片就是这样。原本的话呢，只是有一些穴洞啊，有一些就是讲究在一些自己可以随便去那边就是住一些就是自己搭帐篷啊，在那边就是闭关都可以的那种一个牧区的一个山里面。然后呢，这个地方巴珠仁波切呢，就是一直如来呀尊者，然后就是听基本的这个大圆满教法的谦信啊等等的这个无家信啊，这些都是从他那边听过的。所以巴珠仁波切的著作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里面呢，也说他所有这个内容都是从他的这个上师如来呀尊者，就是听课的时候，听这个上师讲法的时候的内容自己和其他的同学记录的这个所记录下来的记录，最后巴珠仁波切把它整理出来，变成现在的普贤上师言教。那为什么叫普贤上师言教？也就是来自于就是普贤菩萨而无二无别的他自己的根本上师如来呀尊者的教言所以就是
英文上也翻译成 My perfect teacher 什么，就是我的这个最圆满的上师的这个一个 teaching 是这个开始，所以就是这个里面的名称，从名称就是这样的，这样巴珠仁波切说这里面的东西都并不是说是我自己的什么一个见解，而且是上师传给我的这个法的内容，所以这个上师是巴珠仁波切年轻的时候遇见的这个最重要的上师，也就是巴珠仁波切的根本上师。OK， 所以现在大圆满的这个传承来讲的话呢，如来呀尊者，再来就是巴珠仁波切啊，这就是这样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巴珠如来呀尊者也说过啊，他说：“哎呀，我们这些扎奇卡的人，因为那个时候扎奇卡呢，很多都是部落的人嘛，比较可能是很多人也比较野蛮啊，就是能不能说野蛮不知道，但是我还好，这我自己的那个，我不是歧视别人啊，就是确实有很多人呢，就是不听这个佛法的，就是可能是基本上他们都去信佛的，但是没有什么更多人去听这个，因为要发现高深大德的价值啊，要这个利用他们在这个人间，然后就是要争取这个时间去听法的人呢，其实要有智慧，要有福报。如果当地的人呢，就可能会更加的容易忽略。所以他说，我现在能继续这个待在这个地方的，我没有别的目的，唯一是帮给这个。他说帮助这个孩子，我说我为了他，意思就是说我可以能帮到他，他可以就是将来就是成为这个弘法利生的一个大使。所以呢，他的意思也就是我的所有的期待都放在他的上面，而且我在这里呢，我继续在活在这个人间，我继续待在这个扎曲卡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意义呢，就是我就是给巴珠仁波切传法，我给巴珠仁波切这个教佛法，就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巴珠仁波切他是年幼的时候，所以他们这个关系也特别非常特别的。所以巴珠仁波切有很多的这个上师，但是最重要的上师是如来呀尊者。藏文里面说伽律牛哥啊，精密伽律牛哥，他就是如来呀尊者啊，这个比较重要。再加上巴珠仁波切有其他上师，比如说其中一个上师就是多谦者耶悉多吉，也就是一个大成就者，他比较特别的，但是跟他有关系的这个故事，就比较特别的，我们要下次讲，就是下一个节目里面，就是我们要继续讲啊。今天就是我们就讲到，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个呢，巴珠仁波切呢，就是在卓清寺嘛，卓清寺现在的这个大圆满卓清寺那边呢，巴珠仁波切就是在那边讲法啊，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还有一个叫亚西江本太一啊，这些都是这个卓清寺的大堪布，他呢就是还有谢清寺。谢清寺没听过吧？啊，谢清寺那边的有一个班智大叫图多南耶，很有名的啊。还有这个第四世卓清法王，这个也很重要。第四世卓清法王，他叫做门觉南格多吉，无边虚空金刚，他的名字也非常特别啊，叫做无边虚空金刚，就是第四世这个卓清仁波切，第四世卓清仁波切也是巴珠仁波切的上师，所以就是很多但是巴珠仁波切出家的是在这个卓清寺的宁玛的现在的戒律的传承是来自于门卓林啊，现在就是卓清啊等等嘛，然后在这个群里面一个叫做桑珠别玛扎西，就是一个大堪布，他那边就是巴珠仁波切就是出家的啊，所以受出家戒的是在卓清寺，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在汉地的话呢，一个出家人吧，一个师父的他的根在哪里，就是从哪一个山头哪一个寺院出家的，我相信这就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所以呢，巴珠仁波切有些人说是他叫做扎巴珠仁波切，扎就是扎珠卡啊，另外一个呢叫做卓清巴珠仁波切，有卓清就是那个卓清寺，所以很多
比较远的地方的人，他们说哦，卓钦巴珠仁波切。有的人说，是不是卓钦巴珠仁波切和扎巴珠仁波切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说是啊，当然是。但是为什么？因为在卓钦是出家嘛，你看。但是呢，还没有出家前，本身我们藏地的话呢，你是在哪一个部落的？这个部落自己的对应的会有一个寺院，那这个就是你的祖先，你的从小父母都是在那边皈依，在那边，所以可能你皈依的，你基本的这个寺院还是原来你是属于那个地方的。但是呢，你长大之后呢，你去出家的地方，也是你身为一个师父或这个修行人来讲很重要的你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根啊，所以呢，就是巴珠仁波切呢，又是在巴珠仁波切，也是卓钦巴珠仁波切，这是第零。